晶晶遇上聖誕老人。聖誕節就嚟到啦，晶晶同爸爸媽媽一齊去到商場買聖誕禮物。商場舉行緊同聖誕老人合照嘅活動，晶晶好開心咁同爸爸媽媽一齊排隊。世界上係唔係真係有聖誕老人㗎？好耐以前，有一位叫尼哥拉斯嘅聖徒，佢既慈祥又愛細路仔，所以成日偷偷送禮物俾佢哋。佢嘅故事慢慢演變，成為今日有聖誕老人派禮物嘅做法。晶晶一家人上前同聖誕老人合照，聖誕老人送俾晶晶一份小禮物，又好親切咁樣講：呵呵呵，聖誕快樂！多謝你呀！